新闻一开始来关心一个不幸的消息，人欢欢喜喜去收灯，收灯呢有人啉水塞车煞害一个家庭破碎，发生伫昨暝7点有一家伙4人伫高雄赏这个灯会，伫爱河这边过车路的时，有一个姓的驾驶因为超车弄红灯，去弄到伫斑马线伫行一家伙4个人，这一个弄37岁这个妈妈当场无开，其他爸仔3人分别受到轻重伤。我经事后对这个驾驶进行酒测，这个酒测达有1.24，较憾的是，这个驾驶已经是第3摆酒醉塞车，互人抓到啊！原来伊伫个2006年到2009年呢，拢捌因为啉酒塞车被吊销驾照。救护车赶到车祸现场，边仔民众嘛紧指挥，刚看到救弄4个人倒伫咧涂骹，阁有人无法度振动，救护人员紧甲因送去病院急救。啉酒塞车的驾驶硬去坐伫路边，规身躯各拢是臭酒味。我无食伊，你查嘛？爱人户才当好好徛咧，面对警察问话，佫会呛声。经过酒测，酒有影啉真济。跟你喝醉的酒测是0.2。这个公路危险最好，现在可以上号单子。当场风扣起来，这件死亡车祸就发生伫咧河东路和国民路口。刹车声，然后撞到东西，砰一声。车头规猫落去，现场有流真济火，会当看到迄个时阵浪力真大力。很快就开过来了，刹不住了。再回想那个场景。林先生带太太和查囝，规家伙4个人准备去爱河佚佗，别台车无看到因当伫咧过大路，拢停来等。想不到细人的驾驶为正面超车，直接弄倒因4个人，互1个人死去，3个人受重伤。16点多，在盐城的一个咖啡店啊，他自己携带酒类，在那边饮酒。那一名被害者在20时许急救无效死亡。啉酒塞车违规上路，尾也经过调查，这已经毋是伊头一摆啉酒塞车。伫咧民国95年和98年，伫咧小港和前镇弄记录，而且酒测值拢超过0.55毫克，驾照嘛拢互注销。95年跟98年就有酒驾被查获来移送法办的记录，拜托法官予以重判。今麦警察嘛调查到车顶的朋友嘛拢会互处罚，上悬会扣罚3000块的罚金。